110年建制完成第1期的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的这个通行系统之后，我们现在今年完成了第2期在安南医院的周边的道路。这一期的计划呢是建制了10个路口，那一样是在10台的救护车上来安装这个车上的设备。那总计全台市目前会有31处的路口，还有20辆的紧急救护车辆都有这样的设备。那如果到达的时候是红灯，它就会这个提早结束红灯，转为绿灯，让它前面的车流可以疏解，要让救护车可以优先来通过路口。那如果到达的时候快要变成了红灯，那我们会把绿灯来延长。透过这样的设计，让其他车流可以优先疏解，那让救护车的驾驶在通过路口的这个驾驶的紧张的压力可以减轻。那另外是透过时间的这个争取，也可以让救护车上的病患可以争取更多的这个救援时间。因为我们 EMT 实际出勤，我们的压力不仅是来自照顾病人，然后行车的安全也是我们压力的来源之一啊。驾驶救护车如果要穿越红灯的话，其实不仅是要停下来，然后速度放慢，看清楚前后左右的车，还要预防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用路人或者是驾驶人突然冲出来。有这套智慧系统，我们可以更放心的直接慢慢的穿越这样子，争取一些更快的时间。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安南医院现在一天的门诊量到3000多到4000人，那急诊部分也有150到180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附近的交通是非常的拥挤。那如果有一些紧急的需求需要送到我们的急诊来救护的部分呢，那虽然消防局本身有12岛层的心电图，可以跟我们事先沟通，我们开启着绿色的通道，让他早一点去做心导管或取栓的手术。但是呢，如果交通时间延误而造成多了30秒、40秒甚至1分钟呢，让这些民众在整个救治以后的这个预后会变很差。也期许这么好的设施可以发挥到所有台南市的37个行政区，包括所有医院周遭。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2年前110年的时候建制的第1期的智慧交通号志的这个部分可以让紧急车辆，包括救护车、消防车，还有包括这个大型公车，他们的通行的时候能够优先取得绿灯的这个号志，能够让他们通行更顺利。经过2年的实施，我们统计的结果有效的帮忙紧急车辆争取了40秒的这个通行时间，也就是提早40秒到达。那道路这个通行的顺畅度也增加到94.5%，因此对于实质上，这个不管是紧急抢险的伤患，或是紧急救灾的消防车，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不要小看了这40秒，往往是生跟死一线的距离。因此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既然实施状况是很好，然后而且是有效的抢救了人命，维护了民众的健康，我们会更努力的扩大实施。那接下来我们几个大医院，包括市立医院，还有其他的医疗院所，我们在经费许可、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也希望说逐步的推动，能够让这个民众健康得到更大的维持，那紧急车辆的通行得到更大的顺畅。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1月30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長期照顧機構隨着人口老化一直成長，不過議員質疑市府向中央申請的補助款，攏會慢3個月甚至半冬，造成其欠業者。對此，議員蔡輝就要求市府愛先調好財源，按月撥付，也會對小機構來講是真沉重的負擔。
因应人口老化市场需求，长期照顾机构愈开愈多。不过，议员蔡辉质疑，机构不管大小，一到年底拄到的是市府补助款跳票，对小机构来讲，将是沉重的负担。所以要求市府爱自行调好资源，不得积欠经费。同时，每当对机构无定期检查，至少4万以上。长照替咱政府做代志吼，就是讲中央钱拨落来，县长较拨好这长照业者。啊，你审议会去审查过，你可大概都期限3到9个月了，吼。啊，你甲想啊，细间要怎生存？那积弊已久，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没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认为，靠审查预算的时候，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附加这些条件。咱市政府几个就算一个，我感觉无啥问题嘛吼。啊，可是咱干这代志，干欠钱。那如果鼓励长照业者来多多经营，替百姓服务，那基于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市政不应该接见长照业者半毛钱，按列就要给付。第二，我们要加强长照业者的稽核，因为伊属实某作者无合理的违规啊，像人家白社会先夫类似这种还是讲配置人也不足的问题。那我们较早当检查人我们要求增加到4次，也保障被他照顾人的权利。那我们也给他一些应该有的权利，也极那么敢讲。第二，我们要加强来稽核，让长照者孤等等走入一个正轨。议员提出市府积欠业者长期照顾的补助款，主要是业者定情，嘛因为中央已经核定112年补助长照2.0的计划有16亿外，市府配合款部分需要通过议会垫付，才引发议员关心。对此，社会局长澄清，是业者申请加核拨天数出问题单纯个案。台南市社会局对于长照机构的一个费用。其实是有一定的程序，那这程序呢，在我们长照机构申请的时候，有时候呢程序不完备，可能会呢延迟到他领到钱的一个时日，所以会有长照机构呢会误以为在社会局这边是拖欠他们的一个经费。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的长照机构依照我们的程序来办理的话，事实上是不会拖到经费的。在此呢，也跟我们长照机构呢做说明，然后也希望说呢，如果长照机构有问题的话，社会局这边会全力来辅导，尽快呢来取得我们长照服务的经费。据了解，目前各长期照顾机构的补助费用，市府拢如期半付，并无积欠情形。台南新闻阮志玲跟采访报道。这届议会大会，环保局提出了净零永续城市管理驻地条例草案来审查。不过，议员蔡辉质疑的是，市府已经举办过13场的公听说明会，结果拢无通知议员参加，所以要求加开一场，同时要将历次相关的记录汇整，才去送议会来审。议会这届定期会，环保局除了提出加团城市驻地条例修正案，嘛拟定了台南市净零永续城市管理驻地条例草案，同时举办过13场公听会来说明。不过，议员蔡耀辉却质疑，未建立这么重要法案，却无通知议员代表列席，要求加开公听说明。同时，会中无分哪力，嘛要求了解现况的会议记录等各界意见。时间人经议会咧开会，我未当参加，我要开说明会，阮是要才开会，也是要发表意见。我拜托主席爱责成咱市政府负责单位，唔通阮咧议会咧开会，恁啊咧开公听会，恁来叫阮配合一下。加一场会使袂啦。如果在会议当中有讨论任何的增修内容、增减内容也好，请就及时把它反映调整到你们要提出来的法规上面嘛。不要说你定了一个草案，你甚至在未公开，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这个状况之下，临时交给民间或我们公务机关去讨论，讨论出来的结果，你也没有去修那个法规，没有修那个法规之后又丢到议会这边来，那其实是减缓这个作业时程嘛。因为这些没有改动的条文，到时候透过
过民意的反映给民意代表，那我们在法规上讨论的时候，还是那些旧问题、老问题，那是不是又浪费时间？10几次公听会，但其实议会这边没有知道任何内容，我们只有知道条列式的状况，其实是大家都蛮有意见的，然后所以这个是可能要麻烦你们把资料汇整之后，先让议会知道到底你们前面讨论哪些。那因为这个法案它新，而且它涉及的局处单位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你们公听会、说明会到底哪些局处已经发表过意见，或是已经得到过民间团体或者民间朋友、大家乡亲们的反应是什么？那我们议会才有办法去针对说，那到底哪些地方没讨论过，或是哪些地方我们觉得还有不足的，再去加强讨论。该提案议会嘛决议，等台市府伫加开溪南、溪浜等公听会以后，才将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送回进一步审查。台南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国际上各县市摊贩要摆搭，拢爱申请合法才会当营业。以台南为例，就定有摊贩管理驻地条例。这届议会修正案除了提高摆搭无许可的罚金，议会嘛要求警察局爱针对摆搭商品安检。对此，警察局长表示，这当然是额外增加环境的勤务，不过只要不法，一定会严格处理。这届议会有讨论单市摊贩管理驻地条例修正，嘛厘清市府各局处的业务款则。其中，警察局就是爱针对摊贩所卖商品甲行为，一旦有涉嫌违法，进行安检甲稽查。对此，议员蔡淑慧除了关心警方执法时爱顾虑摊商的感受，嘛希望尽力调动人力来协助。不过，警察局长林悠悠因为佮爱增加环境额外工作。如果这一条如果有通过的话，以警察局的执法来说，你觉得可以因应吗？当然了，这是等于增加我们额外的工作了。是，如果是真的为治安上的需求，我们全力协助是没有问题的。是因为台南市的摊商事实上很多，对，所以如果说这个修正条款在我们二读会有人基于支持我们警察局来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的警力调动上会不会有困难。那个我们已经很忙了啦，非常非常忙了。如果再加这项工作，真的做不来。所以你觉得我们议员的提案是不要考虑到我们警察局的工作量咯？当然，它也是为了我们整体这个，就是希望说摊商在摆设东西的时候，不要有一些违法的物件出来。当然，我们基于这我们维护治安的立场。如果需要，我们是全力帮忙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部分虽然我们的那个自治条例是没有通过，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局长针对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警力许可之下，也能够去协助一下，让所有去逛摊商的消费者能够不受这些违法的物品所污染啊，好不好？这个部分还是拜托局长。但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局长还是要去注意到摊商他们的内心的感觉，他们会觉得有时候我们警察如果执法过当，会感动这因是不法分子，是想查到的话，我感觉对因来讲嘛是一种伤害啦吼。议会法规委员会最后审查该条文修正案，针对摊贩无经过主管机关许可、无合法申请，将提高处罚到1万以上10万以下罚金。台南新闻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钦被起诉已经1档拢无下落。立委陈以信伫议会国民党团陪同开记者会，质疑郭在钦是民进党罗早甲光电乌金备案的关键人物，无奈司法机关却点点无声，认为是咧为大选来拖刷。立法委员陈以信、国民党团书记长蔡玉辉、市员林彦照、游盈智、李中勤、蔡宗和、罗坤福、柯志春，30日下晡伫台南市议会联合召开司法无应该为政党服务记者会，质疑郭在钦被起诉1档后无下文，认为司法无咧办是为了总统大选。郭在钦，这个民进党的总执委，咱市党部的财务长。参与竞选总统的财务委员，负责台南市的，伊介入罗早了，介入光电，介入议员选举，议长、副议长、市长选举，我相信，立委选举大家袂误认啦吼，因为趁伫光电的钱，趁伫罗早的钱，咱免即方面问哦，
哎呦，起诉遐久啊，卡都无消息啦。我们希望哦，司法要公平，起诉一单呢，到这个无消息。我发现我们的司法办什么最快，查水表最快然后呢，什么假讯息不利于他们的讯息都是假讯息，然后假讯息呢，通通查水表查水表速度最快，然后办国民党的呢速度最快跟国民党有关的任何案子都是雷厉风行，马上查办。然后呢，一旦碰到跟民党有关的呢，越办越慢，办到呢这个都不知道没有下文办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议员林彦照摕着手帮愤怒指出，郭在清合作对象蔡氏兄弟伫下架区营业单2笔土地上恶造3.8栋炉渣，搁大力营建废弃物，现在搁伫顶面架设太阳能供电站，批评郭在清根本就是三例。我为什么讲它是三例？炉渣埋了炉渣赚了1例，现在呢埋了什么？营建混合物。好，把营建混合物埋下去，再赚1例，这样就2例了，对不对？好，第3例是什么？成峰搜索成峰这一个工程公司他是跟郭在清专业伙伴这个人是谁？蔡家兄弟啊。立委陈以信表示，郭在清是炉渣甲太阳光电乌件的关键人物，司法起诉一档无下文。也讲出台南是赖清德本命区，赖清德现在要选总统，较将这贪腐弊案拍甲清清气气，应该向人民讲清楚，一直市调林内为什么会发生炉渣顶重大弊案？也质疑郭在清被起诉一档司法无动静，讲是因为总统大选，且司法爱展现公信力甲独立性，唔通作为政治拍手甲工具。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华山基金会成立24年来，伫全台湾各地设立爱心填痧站，来照顾失能、失智、失去瓦壳的长辈。丽英为了继续服务嘉义区，在办理守护老人建立爱心填痧站的计划。甲马上得到里长杨定昌以及爱心企业联合的公司的热情响应。华山基金会嘉义爱心填痧站。11月30日办理帮助一个站守护老人建站计划，为了就是希望募集到服务站的储水，欢迎老伫遮继续服务嘉义区在地70多位孤单长辈。华山基金会呢，从50几位的那个长辈，我们现在服务到现在已经有72位的长辈，那其实人数还在一直陆续的增加中这样子。那其实可以得知，我们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需要照顾的长辈，阿公阿嬷他们其实都还不知道这个管道呢，也需要社会大众来跟我们去做一个通知，或者是我们站长的部分也会更努力的去外面去做寻找，让更多的长辈可以得到更完善的照顾。今年其实强推的一个就是福气专的建站计划，因为一个天使站可以在当地设立一个服务据点，希望就是可以拉近与这些弱势长辈的距离。我们的天使站其实存放了很多民生物资，还有包含阿公阿嬷所需要的这些辅具，都希望借由一个天使站的在地设站，可以帮助这些阿公阿嬷更快的得到资源。这次建站活动也得到当地里长杨定昌以及爱心企业联合的公司响应，率先领官建站福气专，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号召更多有能力、有爱心的朋友加入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现在也都是工商社会小孩子也都不在父母亲长辈的身边所以说真的是需要我们像这种华山基金会这种机构慈善机构，可以来为我们这个做一些政府
比较不住的那个比较看不到的地方做一些深入的一些帮助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活动来抛砖引玉来为我们这个华山基金会的那个站点来继续支持很感谢今天华山基金会对我们这些老人家的一个照顾，尤其是在社区里面不足的地方，由华山基金会当我们的后盾，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完美。不止大人出钱，当地小学、延平各校小朋友嘛出力，卖力演奏战鼓，让在场长辈感受到热情活力。因嘛特别留落来，甲长辈分享拍鼓的技巧，用家己的方式来关心家己社会长辈。基金会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关心长辈行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台南400安平业者特别开发会当拼图拼出赤坎楼的伴手礼礼盒，礼盒内面搭配往来酥、乌咖啡等等在地农产，相当有特色。而该礼盒目前正进行网络投票，希望挑战今年台湾灯会伴手礼前30个名额。明年就是台南建成400档，台湾灯会也将盛大举行。台南市府伫7月时阵特别办理伴手礼评选活动，超过100间业者来竞争。其中位伫安平的府都古味轩，要以木质的立体高阶豆豆礼盒来争取进入30大台湾灯会伴手礼。我手上拿的这是一个古堡杏仁酥礼盒。然后这个礼盒里面有装一盒糙米做的杏仁酥，很荣幸我们今年刚拿到全国的金质奖。在包装上，我们也跳脱一些传统，很多这个传统的包装，东西吃完了就会制造一些垃圾、环保的问题。那我们用这个木质的 DIY 的产品。礼盒总共有2款，其中一款会当倒出安平古堡的灯塔甲泡座，有收纳以及装饰的功能。内面放的是用米做的杏仁酥，会当互大家一边食一边动手耍，非常的趣味。业者强调，店内所有伴手礼拢是以米所制作而成，以米为元素，这是一大特色。我们跳脱传统的面粉为元素，米为什么会比较健康？因为米无麸质，可以让我们的肠胃无负担。我们也在门口，我们也做了一个安平古堡的缩小版，在门口可以提供，来往的游客他们过路可以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另外一款是当倒出赤坎楼。这款礼盒目前正进入前50名的挂赛当中，网络投票部分占20%，业者希望大家踊跃斗相共，互上有辐射味的礼盒，会当代表明年的台湾灯会伴手礼。台南新民所台采访报道。台南都会公园的特色游戏场经过几个月改造以后，正式完工启用。公园内面有3座树屋，搭配厝流浪的主题，以及设计真特别的海树田顶环境，拢是真适合囡仔走跳。一启用就去袂少亲子前来体验。3、2、1。台南市政府今年5月摕资2800万开辟都会公园特色游戏场，如今正式启用。基美博物馆甲虎山市小合作，策划一场开幕派对，市长恩伟提特别亲自到场参加。因为我们紧邻奇美博物馆，如果奇美博物馆美轮美奂，都会公园差很多的话就不好，所以我们要把都会公园也做得更好。那希望能够跟奇美博物馆，就像我们台南总图旁边有个月之森公园一样。游戏器材为学龄前到12岁囡仔所打造，专门为国外引进冒险型事物，树屋搭配着厝流浪，加上边仔的3丛大虎斗树，甲地景完美结合，
另外，还有海千手、跳接步道、加土手，满足亲子对这些游戏场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公园很好玩，溜滑梯不会太快，很安全。从那边比较难，从下面上去比较简单。其实现在特色公园，其实在整个设置的设计过程就很重要。为了这个特色公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大概3次的工作坊。那如同大家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特色公园其实就是一个能够让孩子这个自然的伸展。东港启用了后，不少民众就带小朋友来耍，连好耍时小的学生也拢讲真好耍。文化局表示，除了游具之外，目前草坡正伫咧进行友好工课，未来会有大片的草地，互囡仔走跳，同时增加游乐设施，互都会公园成为假日时的好去处。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30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